可能回军台北市，为台北市民多做一点努力。哦，我们的基地就是在台北啊，是啊。可以请教怎么看这个罢韩案？我们今天其实来这边哈，其实是受这个苏志芬苏委员邀请啊，那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台湾的米食、台湾的农产品。那我也很好奇，今天饭跟这个米可以做成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花样？那您觉得您跟陈时中哪个人气比较高？陈时中部长是很好的人选，对。你怎么看韩国瑜被点名可能来选台北市长？有人说这是可能您最好的竞品。我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背景，好不好？那您觉得陈时中部长如果选台北的话，如果您觉得陈时中部长选台北的话，台北会更好吗？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哦，陈部长是一个人选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哦，你在说我的下一步嘛？应该不是问其他人的下一步。我们现在过去半年来都在这个全国各地，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些巡回的演讲。那我们的重点还是希望跟更多年轻的朋友，跟他们讨论这个公民参与以及全民国防的重要，以及全民国防的重要性了。那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。可能回军台北市，为台北市民多做一点努力。我们的基地就是在台北啊，是啊。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高雄有没有可能帮助高雄？我看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，我都会尽量帮忙，好不好？您今天会有点压力，因为今天有韩版的玄彬来，是吧？有精心打扮吗？特地来参加活动，看起来比较显瘦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哎。还是最近真的有瘦身有成？有努力啦，可是好像没有很大的效果。是想回到玄彬时期吗？看起来是回不去了。那今天有没有很紧张？因为你等一下要遇到另外一个欧巴。有啊，就很期待啊，看到我们那个推广我们米食文化我们的这个吴一农。下一位吗？我今天我刚到场，你在说什么？蔡议委员在那里。在哪里？那你要不要跟他说句话呢？他在那边。你等一下应该坐这边嘛？对，是。您觉得像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完全。我说您觉得像吗？什么像不像？像。玄彬。OK。你看他都没办法。等一下会叫次。我听到他最近好像做一些水上活动，是不是？对。等一下跟他请教一下。那像吗？因为他说如果你去嘉义的话，他会赢过你。相信。你说他在嘉义。好啦，谢谢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